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这是要请各位会众起立来吟圣诗，圣诗第73首，但愿感谢上帝。圣诗第73首，请起立。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伫众百姓中间，拣选阮做你的选民，互阮成做正人的祈祷甲祝福。愿你保守阮，成做一个每一日困读圣经。甲你有四正关系真重的萝卜，恳求圣神感动保守阮学习不时祈祷，成做甲你有亲密关系的门徒，明白你的心意，行达合伫你的旨意。主啊，今年已经进入10月份，全世界的人因为得罪你，无信仰，世界。有最所在，伫迫害你的选民，拆毁你的教堂，侵害人权，无施行公平正义，用暴力掌权，是为了执政者的私欲甲贪婪，用暴力统治的黑暗的世界。你的众百姓伫痛苦的深渊求救你，恳求主你对天顶。来回应百姓的呼求，有你施了审判伫邪恶的政权，无秩序，互全世界各地的百姓
搁进一步来受害。阮在这个世代是黑暗，阮正人类必须要共同来承担这个苦难，利用天灾甲气候的变迁来刑罚百姓，利用人祸和病毒侵犯全世界。阮人类的肉体是何等的软正，直到超过3000万人受害，超过100万人丧失性命。主啊，这款的苦楚，阮担当袂起。求主你赦免阮的过失，医治阮的病，引带阮重新来找求上帝。主啊，你令那大水灭绝全世界性命了后，你有应允，无搁再施行大海灭绝。你也伫2000几年前，赏赐你的独生圣囝来到这个世间，为了人类来承担阮的罪愆，洗净阮的不义，互阮真做比世较白。我要恳求主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将你这款何等大的疼，搁一摆施落伫阮的中间，赦免阮的辜负，除去阮的重担。阮也要特别为着美国的领袖来染病来代祷，求主你保守医治因全家，毋敢若福乐健康，阁有清洁的良心甲信心。主啊，阮深知一个人受苦，阮众人就共同受苦。阮只有彼此相疼，除去怨恨甲斗争，只有互相帮衬，用疼心相联系，来满足上主你的心意，才会通得到你的赦免。这世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军事的武力，有人靠恐吓威胁。阮独独只有要提起，阮要倚靠耶和华上帝的名，佮要较赢这世间。主啊，求你怜悯赦免阮。阮知就是阮较赢这世间的一切。如果若丧失信心、毋望甲疼心，对阮完全无利益。离开你，阮就失了平安甲安息。阮只有求你的国甲你的义，愿你的国降临，互阮永远甲你徛起，才有满足的平安。互阮随梦住伫地面，夭骨亲像伫天面。主啊，你是供应一切的上帝。COVID-19 教阮的代志是凡事看做是必然，也无拄拄是意外。若无你的应允，无一项灾厄会临到阮的性命。阮相信一切拢伫上帝粒你的内面。万人事临在伫阮的中间，是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上帝，你有你的时间表，阮只有降服伫你永远的计划内面，来足你的心意。愿主你赦免阮的罪，以利阮心灵、肉体的病痛，互阮真做合你心意的人。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作为祈祷。阮的天父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如地如天里。阮的日时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因阮赦免过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去，又叫阮脱离歹的，因国万民永远拢是你所有，大家都是。阿门。
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25篇，诗篇第721篇，圣诗后面第39页。启用文第25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437首，圣诗第437首。主，我也有亏力的时，请起立。咱只是要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万有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经告白，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对温柔的道理来受苦，天时地死埋葬的灵物，第三日向用多啊，就你大地在你的上帝话语，你对他的心话话他心啊，我信圣经，我信神，我们教会生活上光，最下面就配合我永远的话语，阿门。请坐。生活对带咱来赞美，要大声求上帝的国。
咱拍开圣经来共读上帝的话。第一段的经文伫箴言第16章31节。箴言第16章31节。白头毛是荣耀的冕旒，是行为正直的人的报赏。第二位的圣经伫新约腓立比书第1章20节到25节。腓立比书第1章20节。我迫切期待甲仰望的，是我无抵到伫责任有亏欠，反倒会当时时刻刻，尤其伫现在有充分的勇气，无论生无论死，用整全的我来荣光基督。因为对我来讲，我是为了基督，死佫较有利益。总是如果我活着的时，会当做最有利益的工课。就我毋知要安怎来选择。我伫即个两难的中间，我真愿意离开即个世间，去甲基督做伙。迄是美好无比。总是为着恁的缘故，我应该阁活落去。对即点，我有深深的相信。我知我要阁活落去，而且要继续甲恁大家做伙，帮助恁伫信仰面顶更加长进，更加有喜乐。圣经以上，愿听叹上帝的话，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会当得到福气。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任牧师继续来讲圣经人物的系列，年老的保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总会所定的双年纪念主日。牧师专心期待咱在座的长辈，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咱知影人若活了长岁寿是一个大的祝福，但是毋简单爱活了长岁寿，伫即个咱人生的过程中间，爱活了喜乐，更加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年老的保罗吼。但是其实伊的副题是叫做喜乐的秘诀啊。就是讲咱看见着年老的保罗吼，伊心中充满了喜乐。伊写一张批信叫做喜乐的批信，就是腓立比书。咱要对伊中间所写的一段经文来思考几项喜乐的秘诀。所以今仔日信息吼，是互所有的人，毋是讲互老大人尔吼，是互所有的人。无论是你是年长，还是讲年轻，拢会当透过这段经文来得到祝福。所以，请大家爱用敬虔的心来领受。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上帝的话，就是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亲爱的主，阮只是要静静来领受你的话，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能真实明白你话语的重点。你话语带来的信息，透过这信息，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这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咱若看和合本是安尼翻译的，伊讲白头毛是荣耀的冠冕，伫公义的道路顶面会当得到。所以咱要注意讲，圣经咱毋通看一半尔咱毋通若准讲咱若白头毛就是荣耀的冠冕毋通若准安尼咱来去看后壁段伫公义的道路顶面的确得到咱来注意圣经并无讲人因为年老所以白头毛了，咱就有荣耀，毋是安尼圣经是讲，如果若一个人行踮伫公义的道路顶面。当伊白头毛的时阵，就有荣耀啦。意思讲，如果若人愿意一生听上帝的话，顺探上帝的话，行伫上帝公义的道路顶面，
当伊年纪中大、年老的时阵，伊发觉讲伊的人生是充满了荣耀的。好，所以咱来彼此勉励。好，就是讲咱伫年轻的时阵，头毛还未拔进前，咱着爱设法去超找上帝的道路，设法去了解啥会叫做公义的道路，然后咱着行踮伫上帝为咱备办公义的道路顶面。当咱头毛开始拔的时阵，咱着真实在啊，这是咱生命中间上界大的祝福，上界大的荣耀。所以咱今仔日特别透过保罗的生命，保罗的观念，伊的人生哲学，去学习安怎去营造一个健康的人生，就是安怎去找上帝的心意，照上帝的心意来行，而且透过安尼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咱的平安甲喜乐。当咱人生行到落尾的时阵，咱确实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会挺好咱。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项秘诀，咱一项一项来学习。咱知影，咱人有时阵上介大要求，就是讲咱活着的时阵面对生命的无常。啊，搁另外一方面咱搁爱去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所以人无论活着还是讲面对死亡的问题这两项代志人是束手无策啦就是讲对这项代志咱无能为力咱无法度完全掌握世间所有的代志咱想讲世界上界有权力的人是美国总统，伊嘛会着武汉肺炎呢，伊无法度掌握所有的代志人生是无常的。搁另外一个就是讲，每一个人拢必须要，虽然真无爱，但是必须要去面对死亡的问题。人对这两项代志是无能为力。但是如果一个人伊真正会当看透生死的代志，安尼我相信这个人就无搁再有啥物款的代志会当困扰这个人，一定是生命充满了喜乐的人。就亲像保罗同款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保罗安尼讲，伊讲因为我活着是为基督，死更加有利益有收获但是如果我活着会通加做我有利益的工作，安尼我就毋知影要安怎选择。伊讲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挣扎就是无论是死也是活，伊拢感觉真好但是伊毋知影要安怎选择啦伊伫两难的中间伊讲我真爱离开这世间，甲伫基督斗阵这是不止较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活踮伫世间，佫有责任所以咱对安尼，咱会当理解来讲，保罗其实对生死的代志，伊看了真坦然咱来理解就是讲，伊咧写这张批信的时阵伊咧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伊是被关伫监狱中间，所以伊面对一个审判。这审判是会判伊生被偷放，还是判伊死刑被处死，伊毋知。但是伫面对着这个关头的时阵伊心中真坦然伊认为是生也是死拢袂要紧，因为对伊来讲，伊拢真喜乐如果伊若会当活着被判偷放安尼伊感觉真快乐，因为伊会当为基督加做一寡代志，伊会当对教会、对信徒有搁较侪的贡献会当提供帮助，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伊若被判死刑伊讲面对死亡伊更加有利益啦因为伊深知伫伊生命的尽头有一个极荣耀的冠冕咧听候伊，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美妙的代志。所以被判死刑，死亡对伊来讲，伊就是去上帝遐领上帝要予伊的奖励。所以对伊来讲，这是一个真美妙的代志，无啥物通惊吓
所以咱就爱知，就讲，因为伊活了有目的，伊死了有愿望，所以无论是生是死，伊的生命拢充满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生命，咱拢知影生命是有限的。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常的代志，咱无法度掌握的代志，而且咱阁会面对死亡。如果咱会当亲像保罗遮尔坦然，活着有目的，然后死了有愿望，这是咱人生中间上界喜乐的代志。咱过去咧读国文的时阵吼，咱有读到一句吼，孔子捌安尼讲，未知生，焉知死啦。吼，伊无要探讨死亡的问题，吼，迄是恶比。所以先探讨说活着的代志，但是咱的信仰是讲，你若毋知影死了会变做安怎，你毋知影今生要安怎活，未知死如何焉知生，所以咱爱去学习亲像保罗即款的人生哲学。咱知保罗知影吼，咱人死了有审判，所以咱着爱把握咱有限的人生。去追求迄个死了的愿望，就是咱来把握这有限的人生，去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咱死了后就有愿望，而且在生的时阵，咱着拍拼来活，活了有价值。当咱互上帝呼召的时阵，来到的时阵，就是咱就是咱去领奖赏的时阵。如果咱若用这款态度活着，自然而然，咱会当用喜乐去面对咱的人生，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秘诀，坦然面对生死啊，这是咱每个人拢爱学习的功课。第二项，咱看起着保罗伊讲伊活着的时阵有一项真重要，就是讲伊要继续向前奔走，就是讲伊要继续向上帝为差标来奔走。咱讲是向着标杆直奔啊！因为保罗伊无因为伊年纪大，伊就离开伊的使命，伊要继续奔走上帝为伊备办的道路。上帝伫伊面前插一支标，这标杆伊要往这标杆一直走。咱看起着圣经中间，上帝咧呼召人的时阵，无考虑伊的年纪。上帝呼召真少年的人，比如讲上帝伫少年的时阵，就呼召大卫，也是讲上帝呼召少年人提摩太来成做保罗的帮站，推动教会宣教的事工。但是上帝嘛有呼召老大人，咱看见着阿伯拉罕75岁的时阵被上帝呼召，然后伊人生的过程中间，伫100多岁的时阵，将伊的独生囝以撒献给上帝。就是讲，伫年纪真悬的时阵，伊听上帝的听道，达到一个高峰啊。摩西80岁的时阵，被上帝呼召，这时阵伊的人生已经过2/3啊。伫最后2/3这段时间，伊接受上帝这么大一个挑战，爱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上帝所应允的地，伊嘛全然献身接受上帝的呼召。咱看见着加勒85岁的时阵，有愿要去征战好的征战。所以上帝有呼召少年人，嘛有呼召老大人。咱看见着保罗无因为伊年老，就离开伊的使命。伊讲伊继续要向前奔跑。伊讲只有一件代志，就是袂记起后壁面的，努力头前的。上帝所为差的标来奔走。这句话意思是讲，无论过去做了好也是无好，咱拢毋免管伊，咱拢需要搁再努力。奔走天路这件代志，爱持续到落尾，因为这是上帝所赏赐咱一个真大的恩典。咱毋通讲我过去捌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伊教会有一个信徒老信徒对伊讲。牧师啊，我年纪真大我这来教会服侍甲礼拜的课程已经做了所以我要休困要休息这款毋是正确的态度。咱现在咧奔走天路这条道路，一定要真认真奔走，走到最后一刻
咱看去保罗就是安尼持续上帝予伊的标一直走，所以伊到最后的时阵吼，咱会当讲这段话是保罗的威严啦吼。伊最后的时阵吼，伊会当真肯定安尼讲，伊讲。迄个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哈。要走的路我已经走尽，所信的道我已经持守。对担了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伊真有把握啊！伊知影，伊真认真行过伊人生每一个时刻。上帝所交代伊的代志，伊拢完成了。咱看去保罗，就是用这款。生命态度咧奔走，所以咱有哪爱学习？我前日落去台南做这个公报社当署长的交接，我牧师已经下任嘛，交予另外一个福州教会王宗林牧师，伊接受我做这个公报社当署长，伫咧交接的时候，就甲伊开讲，因兜几啊代拢是。牧师啦，哈，伊的爸爸是牧师，伊的阿公嘛是牧师。伊咧讲伊的阿公王兴武牧师的故事我听了，我真感动伊讲了，我转来去查伊的资料我感觉是真感动。这王兴武牧师一世人拢服侍上帝伊出世伫平湖，然后伫平湖牧会，也伫台湾牧会做真济真好的事工伊其中有几项真特别的所在伊90岁的时阵伊去美国找伊的后生去探访伊的后生伊后生就讲无我带你四界踅踅来看看看这美国的风景也是讲要去倒去参观伊讲无爱，伊要去社区学校学英语啦因后生也问讲你90岁去学英语要创啥？伊讲我要学英语，要美国人传福音嘛，嘛确实安尼伊后来去学虽然英语毋是真好，但是伊无论什么款的所在，只要拄着美国人，伊就主动行过去用伊无几句的英语毋管对毋对，毋管对方听有啊听无马上就是对对方传福音。然后佫有一段就是讲，伊102岁的时阵即届无说伫摔断伊骹骨带入去台中一间病院内底开刀了伊就医生就起来看伊恢复了安怎伫病房中间伊就问讲，医生啊，你敢要信主啊？医生讲袂，讲好。安尼我来传福音你要看真的时间我来传福音我这上份袂要紧，我已经102岁然后住院的中间拄好拄着中央节台中市的市长夫人甲相关的官员起来探访，因为伊年纪真大嘛102岁伊嘛抓着这个机会要对因传福音伫病院这段时间伊爱讲话的时阵伊嘛是抓着机会，来照顾伊的人，来看护，来传福音。后来伊无偌久102岁了过身所以咱就知影讲伊一世人就是尽忠到落尾，无讲因为我年纪大，我就放弃上帝交代我的使命。所以这是咱来学习的奔走天路一定要走到落尾。亲像保罗同款，也因为安尼伊生命充满了望甲喜乐。第三项咱如果会当安尼尽力去跑走咱就会当成做后辈的祝福咱看去保罗年老的时阵，持续用伊的生命咧做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成做别人的祝福。虽然对这所读的经文讲，为着恁的缘故，我更加应该爱活落去虽然伊真爱肉体死亡了，马上去耶稣基督遐，但是伊讲为着恁的缘故，我需要继续活落去对这点我深信无要求。我知影我要继续活落去，而且要继续甲恁大家斗阵，帮助恁伫信仰顶面更加忠贞，更加有喜乐。所以
保罗伊活的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感，就是讲伊会当带互别人祝福。所以伊伫遮咧讲一项互伊喜乐的原因，就是伊将伊的生命投资伫别人的生命顶面。伊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虽然伊即马是关伫家国中间，未来要安怎伊嘛无清楚，但是伊对伫信徒的灵命造就甲信仰的提升，伊充满了负担。也因为安尼，伊的生命有愿望，伊充满了喜乐。伊明白伊安尼做是相当有意义。因为一旦看见信徒的信仰长进，伊就充满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遮学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若爱有持续的喜乐伫你的生命中间请用你的生命去帮助别人，带互别人祝福。因为咱来明白，一个人若活踮伫家己的世界中间伊的喜乐一定无真济啦。因为伊接触的世界太细，拢咧想家己的代志迄款的人袂喜乐。如果一个人一旦决志要行出家己的世界，贡献家己的生命，安尼伊的喜乐自然而然会加起来。所以咱来学习特别是咱中间的长辈无事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其实伫教会生活中间所有遮后辈的人拢咧看咱所讲的每一句话，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别人拢咧学习的，别人拢看在眼内。如果咱能真做别人的典范，即后辈的典范，这就是对后辈一种祝福。这是咱要学习的。最后一项咱来学习的就是保罗伊生命中间有一项代志带互伊真大真大的喜乐，就是知足啦。其实圣经当然讲，咱要用喜乐来面对人生真简安尼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忧伤的灵互骨孤大。其实咱拢知影烦恼无路用嘛，拍算较要紧咱坐伫遐烦恼一点仔嘛袂当解决问题所以咱来学习安怎去互咱的生命喜乐起来。要学习喜乐的第一步，就是讲，咱要有知足的功课啦有一个广告词安尼讲人若无所求，生活就较自由啦。你若减轻家己的欲望，享受家己所有的，安尼你生活就真自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这伫腓立比书第4章11、19、12节，伊讲：我已经学晓对现状满足。我知影安怎过爽享的生活，也知影安怎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这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叫做凡事我拢老练我会当生活伫爽享的环境，也会当生活伫富足的环境随时随地饱足也好，枵餓也好，丰富也好，欠缺也好，我拢知足啦。伊咧点出这知足，其实是带予咱生命喜乐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咱理解就是讲，保罗知影知足的重要性。因为伊这时阵被关伫监牢中间，伊写批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完全供应保罗的需要。所以一个人若接受别人的供应，伊若无满足的时阵，伊贪婪的心一生出来的时阵，这个人伊就会拄到真大的困境，因为伊会一直贪，袂通满足家己的欲念。所以保罗真知即件代志，所以咱看起来伊写互提摩太的批，伊嘛安尼讲，一个人若知影知足，宗教确实会当互伊富裕啦。咱来到即个世间，无带来啥物，咱怎样会当对即个世间带走啥物？所以咱有通食有通穿，就应该爱知足。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甲关心，已经到伫非常大的供应。是相当体贴，因愿望使徒保罗伫因的支持下面继续做福音的事工。但是如果这个时阵若无准则的时阵，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人被家己的欲望控制了，这种欲望咱亲像无底深坑同款，会将咱的生命带到困境中间。
所以保罗真知吼，要对抗这项代志，只有知足啊。啥货是知足吼？这无书过去啊，大家讲过，知足就是讲，你要较侪去享受你所拥有的，啊，较少去看你无的。吼，咱若人吼，常常吼手摕真侪物件，啊，拢看别人的手咧摕的物件，拢感觉家己较拢无遐个物件，拢感觉家己真爽享。啊，其实咱拢拥有真侪啦，吼。所以无书顶回我就大家讲过嘛，吼。你若感觉你真爽享吼，你就去款内底，吼。款内底也是讲去搬厝吼，你感觉讲哦，开遐侪物件拢搬袂了，吼。我开遐尼侪物件，吼。所以你爱去看你有的物件，你毋通去看你无的物件，吼。你若看你有的物件，你就感觉讲哦，我开遐尼富足，啊，我好好来享受我这已经拥有的物件。特别毋是物质的物件哦，是咱有真侪亲人朋友伫咱四周围，咱是真有福气的人，吼。咱爱知影金钱财米袂当带来真正的喜乐，知足是咱生命喜乐的源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学习4项真重要的功课，吼，是喜乐的秘诀，就是坦然面对生死。第二就是讲，尽力向前奔走。第三，咱用咱的生命成做后辈的祝福。最后一项就是咱常常知足，会当得到喜乐。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透过你的话来得到提醒，用阮的生命去回应你的话语。阮恳求主，你帮助阮。阮面对世间的烦恼、甲生死的问题时，会当坦然去面对。阮会当人生会当明白你为阮插的标伫倒落，尽力去奔走，用阮的生命成做别人的祝福，以及常常会当知足，将阮所拥有的，真正是上帝所赏赐一切好的物件。阮享受者的。得到满足甲喜乐，恳求主你赐阮喜乐的人生。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念神圣诗355首，愿当自执甲主做得，准备心来守圣餐。这首诗歌伫酒报内面，所以咱会当很开你的酒报，请起立。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基督对建立归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建立着无担当大。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要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体，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上帝，阮现在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帮助阮继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疫情的缘故，所以咱请小会员摕饼，互咱用恭敬的态度来迎接。
未摕到饼的，会当举手吼，咱的小委员。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之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齐到领受圣餐。透过圣餐，阮真实明白，阮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福的，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感纳阮，也用你的恩典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煞则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施比受更为有福。奉献是实际的敬拜，愿咱的奉献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做伙来奉献。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非常地，阮感谢你，阮伫今早起做伙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也感纳阮的奉献，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互阮诚做受祝福，去将救恩的福分甲人分享的选民，行达合伫主你的心意。阮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遐济。刷接来做简单的报告。因早起，因主任啊是总会所定的常年时间纪念主任。请兄弟为着总会、中会、甲教会逐项常年时间来关心大道。邀请各位来参与常年长者的信仰的关顾的时间，也鼓励长者来参与志工甲常年大学的课程。具体的关怀，咱要恭喜本会会友江岸丁长老的后生江梦辉弟兄，也要甲罗新慧姐妹，伫10月初10，本礼拜六下晡3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祝福因全家。有一项无记哩周报，本会会友林盼姊妹伫9月28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大道，愿上帝安慰伊族。请咱看第8页，有一个英语牧区的时间，拄则牧师讲，咱毋免像迄个牧师等到90岁才来学英语，所以咱会当来参与牧区所办的。英文绘画班哈，甲有一寡课程，这拢报名费才100块尔，所以大家会使做来学英语。已经真侪人报名，这是有一个外国人会来帮忙咱开课，伊本身就是一个教师啊。请看这个第10页，妇女团契，伫10月初6到初7，个这礼拜2、拜3。要去拿来灵修2日游哈，我请参加的人伫10月初6早起是7点20，伫教会1楼接炮哈。以上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咱伫欢迎来宾进前，咱先来做这中保大道事工。大道者，一个就任车恳祝福这信吼，咱请咱中间担任这个中保大道事工的这大道者，会当来到头前吼。恁愿意担任中保大道事工的服侍者，恁着诚实照牧师所问恁的来应答。恁够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差派，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担任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愿意安尼做啊无？恁够愿意彻底遵守中保大道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参与伫即个事工，恁够愿意安尼做？恁够愿意伫基督教内底的教会事工，或是个人的大道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大道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恁愿意安尼做啊无？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中保大道大道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件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请恁向后转哈，咱来鼓励一下哈。关系中保大道事工，咱嘛会当做伙来参与，就是讲咱会当将咱需要，也是讲别人，咱知影别人需要大道的代志，写伫这中保大道的这大道卡顶面，
落伫即个大刀箱内底，即个大刀者就会当伫即个大刀箱内底替即个代志来祈祷，而且因拄则已经誓约吼，所有即个代志拢除了已经公开以外，因拢会保守秘密吼。咱希望讲因伫即暗中中间所做的服侍，会当得到主的欢喜。咱搁一遍拍拍来感谢。好，请回座哈。这时阵牧师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哈。第一位是蔡丽秀女士哈，蔡丽秀女士，是遮哈。咱欢迎伊哈，欢迎伊。伊是宝雪姐的朋友哈。佮另外一对夫妇是李志修夫妇哈。伫遮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无介绍到。请这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后，咱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牧师有一件代志来大家补充报告吼，咱迄个强关福音书的查经班吼，对即礼拜二以及拜四就开始吼，请大家会当来报名参与，这是牧师大家补充报告，多谢。咱去同心来吟上吟圣诗510首，俄勒天顶主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你伫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共受差遣。